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6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3篇，撒母耳记上卷15章第10节到23节，启示录21章22节到22章的第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生命册。有一首真古的诗歌叫做《伫迄边点名的时阵》。这个副歌因为副歌来的号名啦吼。3节的歌词后壁拢有副歌，副歌拢是甲这个伫迄边点名的时阵唱3摆，然后呢，就加上讲伫迄边点名的时，我也要伫迄内面。这是基督徒终极的目标。就是一世人追求军队上帝所予咱的真理道路，就亲像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所讲的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这道我，就无人会当到爸遐的所在去。到上帝遐，就是讲必须爱被列名伫这个生命册内底，才会通进入伫上帝的国度。最近咱拢讲到这个扫罗王受割礼做王了后，伊无顺探上帝的旨意，然后伊就去互上帝甲伊来除名咧啦吼。撒母耳记上卷15章第10节到23节，更较清楚地讲到这个扫罗王的代志。上帝对撒母耳讲：“我后悔选立扫罗做王，因为伊背叛我，无遵守我的命令。”撒母耳真切心规暝求叫上主。隔日透早，撒母耳要去见扫罗。有人甲扫罗讲，扫罗已经去加密，伫遐为着家己徛石碑，后来逝去吉甲。撒母耳到扫罗遐，扫罗甲伊讲：“愿上主赐福你，我已经照上主的命令做啊。”撒母耳讲：“安尼哦，我哪有听到牛甲羊在吼的声？”扫罗讲：“遐是我的军兵对亚玛力人遐掠来，因为因留上好的牛羊要献互上主你的上帝。其他的阮拢有甲伊剿灭。”撒母耳甲扫罗讲：“你踮去，我要甲你讲赞美上主甲我讲的话。”扫罗甲伊讲：“请讲。”撒母耳讲：“虽然你看家己做美色，上主敢毋是予你做以色列正直族的领袖吗？上主用油抹你做王来治理以色列。上主阁派你去，命令你讲，你去甲邪恶的亚玛力人交战，就甲因拢剿灭。你是安怎无听趁上主的话？总去抢战利品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代志。”扫罗甲撒母耳讲：“我有听趁上主的命令，照伊的指示去交战，掠亚玛力人王亚甲来，佮杀死所有的亚玛力人。毋过我的军兵对应该着毁灭的战利品的中间，留上好的牛甲羊，带来结果要献互上主你的上帝。”撒母耳讲：“上主减意爱烧化祭甲祭物，较赢过意爱人尊叹伊的话吗？你着知听叹比献祭较好，顺叹赢过羊港的油。背叛亲像行邪术是犯罪的，自果亲像拜偶像是邪恶的，因为你去杀上主的话，伊嘛去杀你，互你做王。”所以呢，扫罗王已经无伫将末的迄个生命册内底啊。
约翰伫启示录中间讲到非常的清楚，只有记载伫生命册的人，才会通进入伫上帝救恩的国度。启示录21章22节到22章第5节，伫城内我无看到圣殿，因为全能的主上帝甲羊羔就是这个城的圣殿。这个城无需要日头还是月亮来照，因为上帝的阳光在照。个羊羔就是这个城的灯，列邦的靠顶的光行路，地上君王会将伊的荣华带到互这个城。这时城门拢袂关，伫遐拢无迷死。人会将列邦的阳光甲尊贵带入伫这个城内底。毋过无清气的米以及行为可恶、讲白贼的人，绝对袂用入去。只有国有记载伫羊羔的活命册的人，才会当入去。天使佮报我看活命的水的河，亲像水晶遐尼光亮，对上帝甲羊羔的宝座遐流出来，通过城中心的街路，河的双边有活命树，会结果子12遍，逐个月结一摆，树叶也会做医治列邦的路用。城内拢袂阁有咒诅。上帝甲羊羔的宝座会伫城内，伊的仆人会敬拜伊，嘛会看见伊的面，伊的名会写伫因的头遐，袂阁有迷死。因无需要顶的光还是日头，因为主上帝会甲因照光，因会永永远远掌权。因为记载伫生命册的人，拢必须爱遵守着上帝的诫命，着爱洁净，无讲白贼，爱行伫上帝的光明的中间。若毋是安尼的人，就无法度登录伫末后的生命册内底，安尼就无法度进入伫上帝的救恩内面。诗篇53篇，大卫教士的诗，交互圣乐长讲。用马哈拉，戆人心内讲无上帝，因拢腐败做可恶的代志，无甲一个做好。上帝对天压落来看世间人，要看有明理、有找求上帝的人也无。因逐个人拢行袂路，平平变做有话，无人做好，连一个拢无。做歹的人兼拢毋知，因吞食我的子民，亲像伫食饭。因要求叫上帝，因伫毋免惊吓的时大惊吓，因为上帝有将包围攻击因的人的骨头压散，因会见效失败，因为上帝气杀因。愿以色列的拯救对锡安出。愿上帝带伊受掠的子民倒转来，迄时以色列会欢喜，雅各会快乐。感谢主赏赐阮救恩，互阮得救，必然要得到应允进入伫主的国度。求主帮助阮努力来追求，遵行诫命，互阮会通伫登录伫这个生命册内底，进入伫救恩的国度。恳求上帝，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